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纪丽丽。大家看啊，你好识香菇冇？但係喺去年呢，一個全台灣人就使咗137億元去買香菇，也相關的產出就有8個億元。不過，按當年來，一個香菇嘅價值竟高嘅，也就係見來見起價，一當年都講啊，賣唔出水。 一當中係乜嘅原因咯？今日嚟到古寮鴉片，一到早前都係香菇太空包。將藝術行拿定呀，頭擺呢桃園差唔多一隻要好生產300公頃嘅香菇，唔過一下才存到800公頃天，產呢3股就減少為1股。一對農民來講呢係一場香菇危機。今日村民太妃就係去到全台灣香菇產量清大嘅台中市沙，叫下我哋潛出相關嘅原因。開會了！ 台灣呢種香菇嘅面積啦，總嚟講係一年比一年還較多，不過可能也實際嘅產量就係一年比一年還較少。頭擺唔掂哦，一隻太空包嘅香菇啊，生得出來清泰、清漿、清皮嘅香菇，不過一下實看起來唔係安尼，種出來嘅香菇啊，見來見細，還有產量呢見來見少，一度多乜嘅原因呢？佢必須作為按道嘅農民朋友，嚟同大家共下來討論。因為佢時下呢，一下清時行嘅發講哦，就係、是。 很難受啊，很香菇，真的是一句那個很流行的話，用來形容現在的香菇產業。那按道鄉親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還有咩位大家嚟小嘅見比嘅來賓有3位，頭一個係定係優秀片農糧署作物生產組嘅副組長黃俊清，黃副組長。主持人，各位來賓，還有什麼新社地區的菇農鄉親，大家好。 農委會農試所穀類研究所嘅助理研究員呂雲生呂博士，主持人、各位來賓以及各位新社區的鄉親，大家好。再來台中市新沙基農會嘅總幹事羅文珍羅總幹事，主持人、所有觀眾、所有鄉親，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日共下來到鴉片哦，來到知名橋面頭前，共下來看到一個香菇產業。地毛香菇其實分做2種哦，有2種香菇，一種是椴木香菇，另外還有我們今天要聚焦討論的太空包。那椴木香菇呢，一年會生產大約是264公噸。那接下來呢，濕的香菇大家很喜歡吃的，一年有16000公噸，是在所有香菇裡面生產的數量最多的。還有呢，濕的香菇拿去乾燥過後，一年呢的產量大概是有3200公噸。而我們呢，今天來到這個台中的新沙哦，永遠供鴉片就係菇賞菇城。我們首先呢就要請教總幹事，你看，台中新沙鴉片種出來嘅香菇，啲全台灣差唔多有500公頃，當中新沙卡體有差唔多45%，將近一半呢，是遠遠勝過南投、埔里還有魚池這些地方哦。看下到產量呢，已經提供台灣市咯，有拉莫，還係個其實佢嘅量輕度有好出口，也嘅按照去其他所採呢。 目前這個產量大概是供應我們全台消費者是差不多這個產量了哈。目前我們必須還有進口，還有進口，所以說目前的產量是還不足以供應全台的。像台灣哦，一年呢，我實體幾多嘅香菇，有算過嗎？目前大概我們有3000多公噸啦哈，所以說大概還要進口大概200多公噸。哦，古早人看起來，台灣鴉片自家生產出來嘅香菇，台灣人自家食就唔辣嘅。哦，古早呢，大家啲市面上呢就看得到有台灣嘅香菇，還有大陸其他所採來嘅香菇係。目前大陸香菇是還不准予進口了哈。目前我們可以進口的是韓國、越南等等。台灣還有中國大陸嘅香菇哦，所以應用嘅通咯。雖然講呢，一個台灣冇開放中國大陸的台灣的這個香菇進口，但是市面上還是充斥着有一些其他地方來的香菇。這個時候呢，就要請教我們的香菇達人了。所以台灣中國大陸嘅應用嘅款哦，請教人嘅農民太狗哦。係，我簡單甲大家介紹一寡咱台灣的香菇要安怎辨別吼。咱即馬咱台灣的香菇吼，咱會當觀察伊嘅表面。 呈這個皺縮狀吼，啊，佮甲變過來時陣，咱這內底，咱的內裡吼，咱就是呈金黃色。愛邊仔遮，吼，
伊有一个盾安尼。所以它的伞旁边是有我们台湾的特别的长相，是不是？伞旁就是我们那个表面都是呈现烘干起来都是呈现皱缩状啊。那就是我们皱皱的吼咱台湾的香菇较袂有裂痕安尼就对啊。哦。嘿，较袂讲有像迄图片上面顶讲遮侪笔顺安尼，咱拢差不多呈现一个自然的皱缩状安尼。所以台湾的我们要看的时候呢，要去看它表面有皱褶哦，可是其他的可能没有。还有呢，闻起来，咱摕来片的时阵有一个香菇真芳的芳味，若是讲是大陆走私的，可能就是有一个臭扑味安尼，因为咱这个新车咱这边烘蛋香菇，咱这个大多拢有够。包括咱这个地头仔，咱甲试看卖啊，试看卖，这拢真大拢袂摇。很多人说这中间的这个菇饼叫做香菇角，对不对？嘿，菇卡对。咱即马因为就是讲，咱即马加起来，咱就是讲伊这个地头仔食安尼。你用大拇指甲试看卖，伊拢袂摇。甲地看卖，即定的，就表示讲这个。比较坚固。对，这表示讲这个大度有够。这个保存的时阵嘛，较袂有问题。主要就是讲香菇就是爱有芳，所以咱这个片的时阵，若有一个自然的香味，就表示讲这个香菇的长质是好的。若讲是大陆香菇，因为伊拢较无芳味，包括韩国的、越南的这拢较无芳味，安尼对。OK， 好，谢谢先生哦。除了呢买香菇停看听，然后呢认清之外，找出我们台湾这边出产的香菇，而且呢我们看到台湾的香菇有非常好的品质。可是近年呢，香菇产业是喺度到一个生态嘅危机。先等等采访小组嘅脚谱来去古眼看啊。这个就特别干，有时候我们这个喷的不够湿的话，你这个就要注意一下。那你不够湿，好像这个比较干的地方调一下。这样你看这两个干掉了。看起来简单嘅临书动作，係分量係嚟當詳細嘅反覆來，需要注意內條細節。好，那包面就盡量不要去衝它，就直接衝把菇有菇的地方讓菇有濕。桑塔納時間係分量對港義來台中新社種香菇已經25年咧，目前都全國香菇產量前高嘅新社，也算係有名嘅人。我是讀嘉義農專。我們班長同學像那個現在已經，比如說台灣蠻有名的天下第一菇，他和那個就是我同學，他老婆也是我同學，他是我們班隊。還有那個女同學，她老家原本就在新社住在這邊，他老爸原本就在這裡種香菇，我那個男同學就兩夫妻就先回來這裡種香菇，隔了1年多，他再找我一起來這邊種。這種它是刺激它，因為讓它有一個。一般如果說它正常在長，你沒有刺激它的話，它會陸陸續續慢慢長，不會長很急。我們這種都加精進，讓它本身就受一個刺激，它菌絲會在，稍微等菌絲它再活潑一次，然後這樣子它才會長菇。係分量講，變一擺太空包代表是在生產2擺香菇，在半年前變6、7擺冇問題，到了最近2、3年變4擺已經係前多咧，也就會講。而家太空包嘅產能差唔多減少1/3。農作物的東西，你產能不好，勢必就不好。我們產能好的時候，可能價格稍微差一點還能生存。你有說，產能不好，價格不好，那就沒辦法生存。他說這2年因為產能下降，是因為價格還能提升，還能生存。如果說你這樣價格，那如果說往後，價格忽然間降下來，可能就菇農就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窄了。目前菇農普遍認為太空包產能下降，原因受到群眾弱化同氣候暖化。另外，安尼個新困境也已經衝擊到生產同消費端。在消費端的話，還是反映那個我們那個因為產量低的價格上漲。那這樣的話，消費者是有一些那個講難聽一點，說是有點吃虧啦。但是我們菇農這邊的話，也是因為。雖然是說那個價格高，但是有一部分還是沒有賺到錢的，因為它產量有得特別低啦。雖然相關單位已經有同研議對策，同時進行測試，希望同香菇嘅產能提升。不過，了解過渡期，菇農喺度利潤減少嘅情況下，繼續等希望。另外，消費者也可能等唔到價勢下降。
看得到啊，伊度农民呢就开始讲，产呢开始讲大嘅，不过也可能也个问题呢，唔系个安天天，有可能比你想嘅、你看到嘅还较厉害。就台湾菇类发展协会的资料统计哦，8年前呢，一个太空包它可以生产出差不多有300公克这样子的香菇，可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来，到了104年，到了去年，它现在一个太空包的产能啊，变成了190，所以简直是减少了1/3多。而且这个状况是不是大家普遍存在在这个产业当中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这么多的种香菇的农民朋友，实际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位先生之前在种香菇哦，大概种多久了？现在这个产能降低的问题，真的是越来越厉害，普遍存在吗？我种菇大概种了10几年了。刚开始呢，前几年它香菇一个太空包的产量大概300克左右，甚至有时候更高，到350公克，还冲比这个高。对。但是这几年来呢，到了最近这几年呢，它的产量啊，大概下降到剩下150至200公克左右而已。150到200公克哈，所以这个状况其实是蛮严重的，因为一个太空包没有办法长出那么大香菇，就没有办法赚那么多钱啦。对啊，我们如果要收到相同的产量啊，就需要多花1倍的那个资本下去啊，成本就要多1倍出来。所以成本对大家来说，其实会越来越重。负担就会变重。所以你希望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改变呢？大家有发现说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还是说接下来需要怎么样的资源投注？现在大概大家在猜想啊，大概可能是气候的异常啊，木屑那个来源嘛不明，然后就是菌种弱化，但实际原因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那希望那个研究单位能够帮我们找出真正的原因出来，让我们有一个因的那个对策。OK， 好，谢谢先生。还有其他的农民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实际在种香菇的时候，还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应该是在这个方面来讲哦，我们的菇舍，我们只是做最简便的传统菇舍，上面都会做一些喷水的一些降温的动作哈。那面对现在的整个一个气候，它的温度上升，我们在养菌的过程当中这个困难点就有它的一个困境在。好，透过刚刚的 VCR， 还有2位先生都有提到说，现在产能下降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原因？当然，第一个是菌种，然后另外一个呢，刚刚先生提到，可能现在气候变迁。所以呢，这2个状况是不是造成产能下降主要的原因呢？刚才菌种有人说到呢，是不是现在弱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大家的对于香菇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有这个过度繁殖，这边就要请教我们的香菇吕博士了。博士，像现在这个菌种弱化的问题是普遍存在在香菇产业嘛？有没有办法去因应？目前因为在整个香菇产业里面，因为刚才那个民众也有提到，目前的生产呢，它是有一个集中化的趋势，所以呢，它都在特定的时间大量生产。那目前台湾的那个菌种业者也只有2家，那这2家的情形，在提供这个香菇菌种了。对，主要提供香菇业者是2家，但其中有1家几乎占到3/4以上。所以呢，变成呢，几乎是集中在特定一个业者手上。那业者呢，一般目前的状况呢，他们因为缺乏了所谓菌种保存的技术，以及呢，它在生产的流程上是用传统的模式，所以呢，它必须要利用不断的更新培养，所以呢，会出现所谓过度繁殖的情况。那这过度繁殖越多的情形下呢，其实就跟人一样，菌它在过度繁殖的状况会开始出现老化或退化的迹象。那这个情形如果陆续的出现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产量。是，那应该可以怎么办呢？目前呢，我们在因应整个气候变迁的状况下，在农业试验所我们的研究里头，我们有2个方向和这个菌种老化的问题。第一个，我们有针对所谓的气候的暖化问题，我们有开发所谓的耐热的品种。耐热品种，所以像这个香菇呢，超过32度它就不长了，它就停在那边。可是近年暖冬越来越热，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气候因素的时候，我们开发的是耐热品种。现在有试种了吗？现在已经有在我们试验单位在雾峰，我们已经都有在从事这一部分的试验。那另外一个区块呢，除了我们菌种我们先做改良以外，我们在所谓的生产技术的部分，我们有透过液态菌种的模式，我们来缩短这个繁殖的时间，而且呢，让它不会过度繁殖。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呢提供大量的菌种给业者。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减少过度繁殖导致的弱化的情形。那这样听起来呢，是有脚步有在动的，可是什么时候看得到成果？
我们目前在一体菌种的部分，我们已经有跟农会在配合。那希望在这几年内呢，我们可以协助农会呢目前是已经有成立一个菇类菌种产发中心。那在未来几年内，希望协助农会呢成立一个菌种公司。未来几年是说短期、中期，还是其实要大概好几十年才会看得到这个？我看大家都还要，大家很期待，要等到一个新的模式出来。菌种的部分，我们希望是在3年内我们就有一个菌种公司可以出来。那在那个耐热品种的部分，其实目前已经有选育有。那我们只要在这2、3年内呢，只要能够透过在田间试验这边能够顺利，我们也可以把品种做推出的动作。OK， 那大家拭目以待哦。针对这个菌种啊，我们都知道它需要培养，还有刚才呢博士也说到，可能呢时间放长一点，慢慢来试验看看，可以看得到成绩，看得到结果。可是呢，这个市场竞争力可能没有办法等假如说在这个国际竞争力上面，我们产业竞争力不足的话，副组长，我想大家都是很担心的。有什么样的因应对策？从刚刚我们的菇农相机这边提供的资料，那我们自己农粮署这边有统计了。那的确，那个香菇的那个产能我们在10年前，每个太空包大概250公克的那个产量，一直到最近这1、2年，大概没有剩不到200公克。有了，我们的农粮署的统计大概是还有在215公克左右。那的确是这个产量是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所以针对这部分那我们除了说请我们研究单位，就是我们农事所这边就是我们也开发一些刚刚讲的一些耐热菌种菌种的保存技术以外，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就针对这部分我们就跟信社农会这边我们辅导他成立我们台湾的第一个菇类的菌种的产发研究中心那希望说我们农事所这边的技术可以转移到我们这个研究中心这边来，那我们研究中心可以生产比较技术专业，然后比较稳定的菌种来提供给我们菇农乡亲来使用，让我们菇农乡亲在菌种这部分就可以减少这边的困扰。那另外在因应环境变迁这部分那其实我们针对未来我们在明年的有一个说我们智慧农业4.0的计划里面，那我们会编列相关的预算对我们这个整个生产环境、整个菇舍的生产环境，包括那个温湿度的控制、环境的控制，还有智慧就是自动化的生产这部分，我们都会有相关的预算来因应。来协助我们菇农朋友来做我们整个菇舍的转型这样。所以是农业4.0，针对针对香菇产业就有专门的补助、专门的计划要投入到这里来。对，我们在未来我们农业4.0计划里面就有编列特别的预算来协助我们菇农来做这部分的改善。好，谢谢现在看起来呢，好像有在动咯，脚步有在动。可是面对菌种、面对气候这样子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现在呢，可能说农政单位、研究单位都有在使力。而我们看到这个农会是不是自己要当自强？因为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多而且呢，大家有办法等吗？我们农会可以有什么样的角色来 push？那针对菌种弱化这部分我们稍微做个解释是，所以会造成菌种弱化的话，可能就是过度忌惮了那过度忌惮是什么那什么是过度忌惮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我们泡茶一样，这个茶叶这茶叶本来就只能够泡3泡、泡5泡，那你硬要给它泡到10泡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茶都没有味道了。总而是你说的是它的耐泡度，对不对？对，所以说这个菌种的话，就是说你不能过度忌惮，你不能一直复制。这个菌种不能一直复制、一直使用，以至于造成这个菌种弱化。所以说，我们在104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台湾菇类菌种产发中心，透过农事所当我们技术的后盾。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育态菌种的技术，那我们已经开始在做实验对照。刚才讲的田间实验，我们已经找了10位菇农在做这个田间实验。那目前已经第1年的实验，104年开始做实验来讲，我们大概一个太空包可以恢复到300公克。好，那第2年也继续在做。我们希望到第3年的时候，能够扩大这个实验对照组，确定这个菌种稳定以后，将来能够量化生产，能够把最好的菌种提供给我们的制包厂，提供给我们的菇农，增加它的产量。好，希望呢，在这个各方单位不停的进步、不停的努力之下，可以看到未来的香菇问题可以解决。而现在呢，假如说大家常买这个香菇的人，或者说常在掌厨的人，可能会发现现在买香菇好像越来越贵了，个戏价嘅情形越来越厉害。可能头摆差不多呢，10年前你买1公斤嘅香菇差不多700元，不过呢10年过去咧，也还要买香菇1公斤，你就会试睇1300。面对安尼呢，大家就会知道讲，见起价可能呢卖唔出水，农民朋友有乜嘅对策呢？
详细检查太空包，看看海面有坏包。中香菇15年嘅王国宣讲，受到群众恶化嘅影响，坏包仍然比仍然多。另外，看看其他估料，设备还算当新，今年新增加嘅中心面积。原本是大概只有5、6分而已啦，然后到现在又增加了7、8分，里面是最近这3年才增加的。为增加中心面积，王国宣也倒无奈何。因为太空包嘅产量已经减少1/3，佢必须同本来嘅产量补足。因为现在的产能一直在下降，那我们有自己的市场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只好把面积在不断的扩大，然后成本不断的再继续往上去增加。我们希望可以再满足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市场的一个需求啊。康泰估料成本天速增加，偏偏了下马甲弄起。王国宣讲，虽然维持本来嘅产量，利润什么头摆安好。以前1分地大概是40万，现在已经大概是增加到1分地至少需要80万了。这是土地跟那些估设的成本的增加。然后呢，在最近这10年里面太空包原本是1颗是6块多，现在变成10块，大概也是上涨了50%啦。再就是一些人力的成本的增加。然后因为是产能一直在下降所以说种植面积一直在增加，但是产能真的还是一直都没有开出来。最近10年来，太空包香菇嘅总市面积多出1/3，维持本来嘅产量。不过，按呢嘅产业结构，将佢认为还係必须对根本嘅问题去解决。希望能够从那个菌种改良这各方面来找出问题以后，让那个香菇的那个产量增加那不要再增加这个栽培面积，因为现在太空包越来越多的话，造成那个废弃物也是一个问题的。有效嘅管理本产业升级，将係目前香菇产业必须要克服嘅课題。希望見增加總市面積，利潤什麼天天提升。時間一久，又有幾多股農捱得好。大家听说过买东西的时间会吃到很有感，因为为什么呢？消费者他在买香菇这是干香菇的价格1斤呢，市场上面96年的时候1斤只要700块钱，但是现在105年你要买1斤香菇呢，可能要花到破1000元了。但是面对这样子，很多人可能他就会不买了，因为这可能他会认为并不是必需品。那我们农民朋友该怎么办呢？像老板你好会不会有人一直跟你杀价，跟你说真的好贵我买不想买怎么办呢？这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是的，的确是这样子。消费者每次来都一直抱怨说香菇怎么越来越贵。那在面对这个产量一直没有办法提升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大概是要维持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所以说在这几年我们大概还是维持在动涨，就是说尽量不要涨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维持好那个品质。我们还是希望说上级单位能够好好的把这个香菇的产量能够提升，所以还是最希望提高产量，然后市场的产量稳定之后，就不会有这样子波动的状况。香菇价格太高，对农民绝对不是件好事。是因为像您刚刚也说到冻涨，当然冻涨来讲，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是有利，可是对农民来说呢，利润就变比较薄、比较少了。这对产业来讲，可能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永续下去，所以说在这个希望能够大家都共体时间。还是继续消费我们国产的香菇。OK， 好，谢谢这位老板实际价格他说在市场上面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而农民针对这样子有什么样的办法呢？现在大家透过增加栽种面积来补足这个下滑的产能因为产能实在节节败退、节节下降，越来越少了。待会呢，我们下个阶段将要来讨论现在农民的提出的对策是什么。而我们这边呢，最后先请教副组长假如说面对大家说冻涨，我赚少一点好了，让消费者可以对我们有信心继续来买，可是长久下来对产业可能不见得是好的。那会不会这个价格就越来从700然后1300越来越多了？结果呢，消费者他对这个的信心不像以前。我们刚刚除了那个菌种弱化问题影响到那个产量让它下降以外，那我们分析大概整个我们菇类的生产就是太空包，还有人力跟能源就是我们那个电油的使用，但是占我们成本最大的这个3个部分。那其实我们针对这3部分，大概目前都有一些大概可以解决的一些做法了您是说有解决的因应之道出来了？对，像在包装部分那其实大概就是木屑的来源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啦。
那我们国产木屑越来越少嘛，如果要去用那个进口的木屑，成本又提高。那这部分那目前我们是利用我们政府在推的活化休耕地的政策那我们是鼓励农民来种一些我们菇类可以太空包可以用的树种，像是有枫香啦、相思树啦，还是杜英、油桐对，这边的素材，我们是鼓励农民由木屑业者跟那个我们的农民来契作来种植利用我们这些活化的休耕地来种这些木材，以后可以提供我们太空包的木屑来使用。那目前我们大概推广的面积有达到160几公顷。那以后如果我们在菇农还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继续再来一起来继续。所以针对这样子的解决的对策，您说其实农民朋友是跃跃欲试的。对，目前是我们也跟我们的那个相关的农民来契种这些树种，那是有一点的成果。好。面对菇农提到了现在整个产业遇到这么多的状况，农政单位说有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而且呢，据说农民跃跃欲试。可是呢，今天农民朋友还是提出了按道嘅问题，大家真实有伫按那个上岸执行嘿，还系产业拄到嘅乜嘅问题，真嘅有好解决，无好解决，我们嘅行业集团继续来讨论。集团大家呢讲到亚下嘅香菇产业拄到嘅乜嘅问题，原来大家拄到青苔嘅就是产能下降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菌种弱化，相关的农政单位呢，刚才也提到说亚下有进来进度嘅解决方案。不过大家咁伫按呢个情形呢，针对产能进来进工大研究设计来看到哦，这张图呢是要告诉大家近年来增加多少面积，为了要去因应这个产能不足的状况呢？97年的时候，当时呢是种了372公顷，但是呢，逐年一直不停的攀高，到了104年已经破500公顷了。因为必须要种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太空包本来可以生产很多，但是现在原本的太空包产能下降了1/3，所以是几个情形的干配案内哦。我说大家进来进中进度诶，像您增加越来越多，从多少增加到多少啊？目前伊即马问题就是讲香菇产量减去。所以面积哪种哪济吼，这对我来讲是我的经验。可是越种越多，它的问题是什么？对农民来讲，他要照顾的地越来越大哎。当然，这相对的就是讲咱的产量减去嘛。第一就是咱的困境歹啊嘛，定用迄支吼爱改进。所以讲对咱个雾峰农事所遐有咧改进，因嘛是足头疼。对阮来做真照顾阮农民，阮嘛足头疼，所以阮相对成本嘛足悬。所以种越多，你的成本还越重哎，可是没有办法。无法度啊，为着生存嘛，生存种着啊，所以讲继续直直甲种落。所以现在看起来种的这个成本逐年的增高，哪一个状况是最严重？像刚才副组长有提到种油嘛，还有太空包，你必须要买那个太空包的成本。再来呢，缺工。因为你以前要请多少工人，现在要增加了土地租金，当然节节高升。这当然，这个问题就是所产生的，就是连环扣内底，物件一项贵，就是大项贵。唔是讲阮香菇会当起价袂当落，唔是安尼。所以这个问题，你若讲重油，甲70几年，甲即马来比，袂比哩，迄比个差天甲地。所以讲，这个油以前你看一桶。1000块而已，现在3000啊呢。3000啊，对阮来讲成本提高足济。以这个1公斤来看呢，我们的这个产地的成本大概是530，到现在爬到多少了？850、900，不一定。所以讲太空包逐项拢会当成本拢提悬啦，太空包嘛悬，工资嘛悬。唔是干那安尼尔，足济的物件，环环相扣的问题。是。那先生，假如说您在卖香菇的时候，跟消费者讲到这些问题，他可以接受，他听得下去吗？有的可以，有的是听袂落。只要我今仔甲你买愈俗愈好，我买当就是咱台湾的香菇，咱新社的香菇嘛，伊听袂落。所以没有办法，真的必须要越种越多来因应这样子的产业问题哈。是，爱安尼吼。好，还有其他的农民朋友也是遇到这样状况，你越种越多，必须要补足产能不足的问题吗？欢迎你。阮香菇吼，我15年前当来遮种啦吼，迄度搭5分地就可以，我一个人就可以种了。你自己雇5分地？对。那时候搭香菇寮，
1分地才30-40万，啊，今麦要来搭这香菇寮，1分地我就要多花了1倍，差不多80万来搭1分地，所以整个成本都提高，所以产量又下降，所以它反映的香菇的成本一定会涨高，希望有关单位能帮我们注意这些问题。是，还有其他的状况吗？比方说，面对消费者他了解这样的问题吗？还是说您觉得可能是消费者需要教育，还是说实际的问题必须要先解决？消费者他是不会说香菇说涨多少还是下多少，伊是讲愈俗是愈好嘛，对不对？即摆他们伊嘛袂晓算成本嘛，阮都逐项拢一直起，油一桶起几啊千，太空包一粒包本来7块，即摆起啊到10块，对吧？7块变10块。对，工资采购的工资以前1个小时100块。即马起到130，逐项拢起，所以伊的成本一定会起的嘛。是。系啊。像先生，您现在种的地刚刚有说到1甲多嘛，要用多少太空包啊？差不多要40几万包。40几万包，1包10块耶，就要400多万了，跟以前差很大。对啊，以前才多少？OK， 好，谢谢这位先生。像现在呢，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哦，我们发展了什么样的方式要来救产业？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未来通通适用呢？假如说良率它可以从过去的70%多提高到90%的话，提出了一个一体菌种。这个产量可以提高30%这么多，所以看起来好像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实际可以有帮助。但是实际大家有用到这样的方式吗，博士？目前一体菌种我们有跟那个农会这边呢，我们事实上刚才农会也提，去年度我们已经有先给10家业者去做试用。是我们新设在地，还是说全台湾其他相关？目前我们是新设在地，另外我们在埔里的地区，我们有跟另外的业者就是农民朋友，我们有跟他有做合作的动作。那另外这个东西呢，在香菇以外呢，在金针菇和在杏鲍菇，我们也有推广给其他业者在使用，效果也都是相当不错。是，所以现在我们新社大家也可以使用这个状况。新社这边，我们目前来讲，就是说，因为他来做的时候，因为不能公部门我们这边来生产给那个业者，应该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等到我们农会这边他成立了这个菌种公司之后，我们可以大量来提供这样子。那我们现场来请教各位农民朋友，假如说研发出这样的解决方案，大家觉得有兴趣吗？可以帮我举个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方式吗？因为看起来农政单位、农研单位、研发单位都要来各方合作，推出一体菌种。大家有兴趣试试看，觉得可以救起来的方式？看起来大家真的很希望说这个问题可以得以解决哈。那我们实际来看看好了。假如说政府投入这个菇类的产业大概我们跟附近的国家比一比好了。台湾现在的状况，还有韩国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你从这个政府投入的实际经费来看，你就可以觉得差很多。尤其是政府像我们台湾1年挹注了500万。可是呢，你看看韩国，它8年来投资了60亿的台币，这个是政府方面挹注的补助。那组织呢，我们看到全台湾种这么多的香菇，1年的产值就有137亿这么多，占了整体蔬菜类的17.5%。可是组织呢，全台湾就只有1个菇类研究室，那相关的研究人员就只有5个人。然后呢，我们这相关的组织是在我们的农粮署下面的蔬菜花卉科。可是呢，我们就跟其他国家比一比好了，他山之石嘛，而且我们可以见贤思齐。韩国它的中央跟地方研究单位就有12个，所以在这样子的研究，这个相关的组织单位上面是不是有所不足呢？主持人刚才的解说，我们可以了解不管是韩国，包括大陆真的都是投入非常多的研究经费那最近我们也跟农事所、跟我们的菇农，我们也去参观过日本，参观过韩国，参观过大陆。等等，包括大陆，它几乎一个省都有相关的一个研究单位，所以说我觉得说我们的这个部分的投入真的是不足了刚才讲，因为香菇的产值尤其是以新社来讲，整个农业产值大概40亿新社农业产值40亿，光菇类的产值就占了一半20亿，所以说这个产值这么大的一个产业我觉得政府的投入真的是比较少尤其在菌种的研发尤其在整个成本还有技术等等的提升，我希望我们这个农政单位还是要多投入。那农会一定会义不容辞不管在各项的推广执行，尤其刚才讲的在那个木屑我们希望在南部的休耕田，事实上100公顷是不够的了光以新社来讲，1
一年大概就需要有500公顷的一个土地的这个用量，一个树木的用量。好，所以说哈，目前来讲，相思树大概8年才能够砍伐。好，在平地经济林来讲，那必须一个循环的话，500公顷乘以8，好，必须要有8个区块。好，然后一个区块有500公顷，所以说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哈，尤其真的这个介质来源。不过，纵观是你看下下农政单位提出来嘅营运方案哦，有好合适按新沙来做么？这个刚才刚刚农事所也讲了哈，包括液态菌种，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技术移转到农会来，农会愿意量化来生产，赶快把它提供给我们的制包厂，提供给我们的菇农，能够提高它的产能。是。现在看起来呢，我们跟其他国家比一比好了，台湾、日本、韩国比一比，我们看起来台湾缺钱、缺研究人员、缺相关的主管机关单位哦。而现在呢，假如说整体的状况能量不足的话，是不是就要靠我们的菇农单打独斗呢？来看到大家有什么样因应方案。游客适配香菇料理了后，红汉啊登陆去，有工艺界、有饲料界就出售卖，看汉啊加行嘅商品，相关嘅香菇制品嘛个弄有，业者甚至还推出香菇冰淇淋、香菇鸡饼，外本游客试汉啊无相款嘅东西。就咸咸蛮特别的，对，还不错，因为我们想要让客人就是对香菇有不一样的见解，所以我们研发了香菇做的冰淇淋冰棒。那我们经过很多次的实验，然后试吃，我们自己试吃，然后给客人试吃，然后经过调和，然后做出一个最适合大众的口味。来到咱外一间商店，表现界系创意考验风，员工设计变做电影色界香菇造型，甚至相关嘅文具也要同香菇做结合。四个部分，一般嘅香菇副产品给人弄油，甚至还有了解香菇泡菜。新社这里大家都是做一般的香菇料理嘛，那香菇鸡汤啦，还是用各种干香菇做的一些料理，我们觉得好像很常见，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把一些菇类的元素带到这个韩国泡菜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试着用各种菇类来做成韩国口味的泡菜。因为香菇嘅质地同一般嘅青菜无相款，所以做泡菜嘅方式就会有啲无相款。不过口味并唔系因为做嘅关系来变嘅无好食。一般的泡菜它都是用发酵的方式来制作嘛，那因为菇类的话你不能让它发酵，因为发酵出来它的味道就不好，所以我们要避免菇类发酵，所以就是变成说做法上会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做的泡菜是用调味泡菜。业者发挥考试，希望培研较无相款嘅香菇食法，也算系为行销加分。颠倒看下那相关单位对延伸至5、6、12嘅太空包香菇产业，冲刺嘅长度直接受到业者批评。在附近国家渐渐提升产业嘅同时，台湾可比按嚟继续无冲刺，我指竞争力将会退步。相关单位呢，正在对我们这个香菇产业的产业提升来多所努力。而现在呢，我们也实际看到，除了生产以外呢，行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刚才我们 VCR 里面就有看到，很多的香菇业者开始推出了一些比较休闲的方式，甚至呢增加它的多元商机。实际在你的菇园当中，现在休闲的气氛好像越来越提升了。在新社这块土地上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的呢，就是关于游客的部分。它的旅游行程规划、交通接驳，还有导览解说的部分。像实际感觉到哦，来我们新社玩的人越来越多了嘛？它应该是持续的在成长。大家会想要去新社看菇园，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是说，除了到香菇寮去体验一个香菇的生态解说之外呢，还有尝试着来做 DIY 采香菇。甚至说有彩绘香菇，或者是说杏鲍菇泡菜的一个制作，那这些呢都能够让游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OK， 还有其他的方案，未来可以适用吗？在我们跟游客的接触当中呢，我们
也有一些想法，就是关于香菇产业跟休闲产业的结合。那我们这边的一些想法跟建议是说，第一个可以举办全省香菇美食的一个创意大赛，对，等于说吸引人来到我们这个新社这边认识香菇。对啊，同时呢，也可以开发许多香菇的一些周边产品。好，那譬如说，就是到各个大学的餐饮系，请他们的学生来参与这个活动。现在有办法做到吗？还是说现在有在做这样的？目前没有，但是我是觉得在每一年的在行销当中总要有一些推陈出新的做法。那这个呢是可以研发出更多的那个香菇的附加产品。那另外呢，就是我是觉得可以在一些适合的季节，然后举办一个香菇宴，让游客来认养，然后来品尝我们的香菇大餐。哦，好，谢谢这位小姐哦。谢谢。刚才有说到哦，是不是举办特地的这个节日呢？像各地的农作物农产品很多都有，像红枣节啊，像这个柿子很多相关的，是不是可以把节庆透过这个比较欢乐的方式，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产地实际来体验？还有其他业者有其他的建议吗？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接近在日本的那一些乡村他们的情况。他们例如说，他们不管是市场的门口，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商家的门口，他们在当季的时候，他们会提供烤炉。那他们不管是鱼货或者是蔬菜类，他们在购买之后就会现场去烤。那像这样子的方式，直接让游客有互动。那先生，你自己实际有在做这个部分了吗？我自己本身没有务农，我本身没有种香菇。对，所以你是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类似像这种互动的方式。那一般如果说像我们现在消费者很喜欢拍照，但是他们去消费的时候是没有拍过照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推广到店家的部分。那如果提供给旅客他们自己去互动式的方式，那他们会有增加一些参与感，对，互动，对，是类似这种方式。好，那如果说像他们那个省道服务区的部分，他们的当地的农特产品，就是当然是针对他们的那个地方，好去把它做一个行销，但是是以地方而去做行销。对，例如说强打他们在一个在地的品牌，以新社我们这边来讲，我们就打新社这2个字作为一个大品牌。那如果说对以地方下去做推广，如果说因为我们常可能到我们到南投啊，去埔里啊，我们看到的都是上面写埔里香菇。对，那新社的反而就是觉得品牌认知、品牌知名度没那么强。有一个小包装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新社的，对。但是我们购买回去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哪里的产地。对。那如果说可以打开大家的认识，可能是他如果说能够提供线材，对，能够提供线材，就是以在地作为一个品牌去做行销的方式，对，这样子。对，我想对地方推广应该会比较有帮助。好，谢谢这位先生哦。这样子增加互动、增加休闲的氛围在里面，是不是可以提升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产地呢？而且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哦，在整体这个台湾的农业当中，人口老化非常严重。可是呢，大家看看我们种香菇的普遍是比较年轻的。还有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有青农返乡，他回来种香菇的。我们最后邀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假如说现在像刚才副组长有提到哦，政府正在推动青年返乡，你会鼓励大家回来种香菇吗？当然，我也是希望说越多年轻人参与越好啦。是可是我会觉得说，你像现在我们农事所跟农会这边也很帮我们也都是吕博士的学生。是我是希望说大家平常互动很好很多。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有相关单位说，你像我们开办一些课程菇类的课程，然后让这些年轻人用数据的方式下去，用科学的方式下去种香菇，比较精确一点，对不对？对，跟过去以往可能靠经验来种香菇不大一样。不一样所以希望说能够，因为我们产销班第20班，我们也几乎都是年轻人，也都是大概从农大概都是只有1-2年、2-3年，甚至3-4年而已。所以我也是希望说，大家以后这些年轻人以后不用再只是靠数据，靠经验。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用数据、用科学下去种菇。OK， 好，谢谢这位先生哦。
最后呢，就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来针对今天大家的问题可以来提出一些做一个小总结的部分。像我们刚才看到很多人就希望说相关的研究是不是可以再更多一点力量呢？尤其我们看到现在台湾的菇类研究室就只有1个研究人员本来有6个，但是1个要退休了，有没有办法增加这方面的能量呢？博士，我们有从政府的部分有拿到一些政策型的计划。所以呢，我们的经费呢，目前已经有明显的提升。那也因为这个计划有提升之后呢，目前我们未来会再聘雇一些我们专业的研究助理来协助我们进行一些研究工作。那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出来服务我们的乡亲。那另外在整个的一个试验的部分里面呢，我们除了那个早期的我们的菌种的研究可能要时间要长一点以外，我们也有开发一些水莲式的栽培技术。那这些水莲式的栽培技术呢，目前呢，其实在我们雾峰地区，我们试种已经相当可行。那我们明年度呢，我们会举办一些那个观摩活动，利用这些观摩活动，我们让在地的乡亲了解。不是新社可以种，如果你这套设备有的话，可能雾峰也可以种，其他地方都可以遍地开花。有机会，但是来新社可以让各位解决掉所谓气候暖化的问题。所以让各位可以马上呢获得到一些技术性的一个辅导。那未来呢，如果说有机会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如果也可以再纳入在农粮署的一些补助范围里面的时候呢，相信呢就可以协助在地的菇农可以快速的克服掉这个气候暖化的一个困扰在，那也可以让产量能够快速增加。那目前在课程的部分呢，刚才那个乡亲需要课程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呢，我们跟农会都有在配合，我们有所谓的在地的农民教育训练。那另外只要产销班有需求的时候只要跟农会提一下。农会会发文，我们可以到各班去我们会去做实地的你的菇舍如果有需要，我们去帮你看，或是你要有栽培经验的，或者栽培上面的教学，我们都可以来去实际去解决大家的问题了。是，OK， 好，谢谢。我们再来请教副组长，假如说提升我们香菇整体产业的竞争力的话，这些像现在的经费组织是不是有解套的方案呢？那各位菇农朋友我们这边生产上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找我们蔬菜花卉科这边。那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农事所还是跟农会，还是跟我们农委会上面的有其他科技处，它也会提供一些我们的科技计划里面来做一些我们的包括菌种啦，还是说生产技术啦，还有一些环控设施的一些研究，那我们都会来做。那刚刚我也有菇农朋友说，未来这样。以后菇农靠的就不是那个经验的传承而已，是要精准的。对，那以后我们这部分我们在未来的那个农业计划里面，因为我们会收集这个大数据，以后大数据的运用可能就是我们菇农生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是我觉得这个要等很久不会，那个我们大概在明年的计划里面就会立刻来做了。那我们有相关的计划，我们会跟农事所这边一起来合作。OK， 透过我们今天呢村民台北嘅讨论跟下永年共斗呢，菇农朋友去共斗，亚哈嘅善能公台还有菌种弱化是现在产业面对最大的香菇危机。还有呢，刚才我们的这位小姐也有提到说，现在呢休闲还有呢这个行销的方式似乎可以再更加强一点。总共是都亲民接下来呢，跟下永年共斗希唔希来派你来接？派你来貼片嘅發通，帶啲行卡到銀客消費者嚟到 incentive 對大家行卡好呢。那我们就是希望在产销方面能够帮忙大家，尤其刚才大家对这个液态菌种非常有兴趣是。那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能够提高产能，所以农会即将结合8个农会成立一个公司。希望能够尽快量化生产提供最好的菌种让农友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另外，在行销方面的话，我们农会也会积极来开发相关多的加工品，不管是香菇面线、面条、香菇香肠、贡丸等等我们希望把一些卖相不好的部分做加工品，所以是2级加工，1级我们的那个农作物，假如说卖相不好的话，拿去加工做其他的，发展多元商机。对，就是如刚才讲的香菇冰淇淋等等，香菇冰棒，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开发的。另外3级的部分就是休闲产业，大家也知道新社休闲农业蓬勃发展，我们希望借由套装旅游行程，结合我们的乡村旅游，让消费者来到新社以后，直接可以到菇社去采菇，直接去体验这个乡村的乡村之乐，包括做杏鲍菇泡菜、香菇泡菜等等所以一个多元化的发展。OK， 好，谢谢总干事。我们台湾呢，1年的这个香菇的市场就有137亿，这是占了整体的蔬菜类17%，将近20%了。而今天呢，大家提到很多的问题产量下降，还有菌种弱化，我们看到大家的因应方式就是越种越多。可是实际呢，你看从
97年到104年增加了130多公顷哦，增加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的产能不停的下降，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假如说能够透过我们今天大家讨论哦，接下来的农政单位、农研单位、研究单位可以对这个问题对症下药的话，看起来我们的产业似乎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呢，跌停可以反弹起来。希望呢，这个产业发展到更好，更比全民台飞，感谢按到乡亲，共下讨论，按子说。